命全过程，人与人之间互相发生到怎么样的社会的联系，这一切都是均衡布局好的。如果有一个生命体死掉了，就打乱了这个高级生命安排的这个社会秩序。因为一个人通过他的工作要和别的方面取得联系，是吧？他的产品生产出来了，要造福于其他，反正这个方方面面社会的联系就被打乱了。那么这个人杀了生之后，是吧？那个高级生命都不饶他，那么你想一想，这个人还能不能修？就这么严重。所以有的过去那个世间小道啊，那个师傅层次不高啊，我一旦杀了生之后，他师傅也要跟倒霉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杀生问题啊，